啊，那个小扇子啊，看看每个男女都有。一个小扇子，这个是新家族，我现在不知道它名字，等一下我问一下他们。3层吧，我记得要是4层了。哎，他们来呀，来了。阿姆。哎，在后面还有。
大一点的，我的手机叫。哇，这人生。那两个小朋友跳舞，跳舞。好多人今天，没有带无人机，以后就买一个。哇，这一堆小朋友5、6个。走吧，现在才来吧。他们2个才来。叫宜西卓玛，那个叫宜西卓玛，这个小巴。
圳的3层，里3层外3层，还没有到底。这里面3层，外面围了几层是没动的。谁来过就过来了，来过来了。来了很多，罗马那边的。啊，我那会陪到跑了。那边的，那边灯都没有啊。这边热闹都很多。也不是啦，一个人位置其实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就没有多少拿手机进来的，都在跳舞。那个新的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永城旁边的新的叫什么名字？就是刚刚就是哪辆？左左新加入的吗？啊，他新加入的吗？就是他下载。你用哪个手机拍的？就这个拍。我去拍个视频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好家呢。左走。最对的是男的，女的反正轻松很多吧，动作幅度没那么大。
舒不舒服啊？都没电了，他们那个直播都没电了，20%电了。刚刚那个电它自动关机了。等会儿，那个闸西，那个全是汗吗？全是水吗？汗水。你看嘛，衣服都湿了2层了，里面一层，外面都湿了。来呀，走。
他们还是要12层了。哦，是个啥子？9点16，5月27号。好热哦！他们衣服全部湿完了。他们男生那2层衣服都湿了，里面和外面那个披的那个外套也湿了。扇子还是有用。这个歌前面不好听，后面10点钟之后就好听了，马上就好听了。然后并且那个节奏还比较快。后面应该最后一首还是种马萝卜的那个《高原故乡》，那个新的歌。马上开始啦！马上开始啦！这个唱了之后就开始了，当，马上。摇船的那姿势。疲惫，哈哈。说谁一点疲惫？看啊，翁博和雍真2个都在同框了。汗水啊，2个全部湿完了，
撕了2层，后背和那个皮的那个衣服都撕完了。那前面也撕了，后背也撕了。他们撕了2层，他们撕1层。坚持的9九啊，体力非常好，2个半小时啊，不是2个半小时，基本上1个半小时吧。回去要洗澡，回去就直接在找个卫生间冲一下再回去。太热了，今天温度26度。全部他们的汗水。太热了。哎呀，这样子，这是干什么？他帮他弄搞一下，哎，全都湿了，每个人都湿完了。可想而知，夏天的40多度，地表温度47、8、50度，怎么跳的？成都的夏天，平均早上起来都36、7度左右，中午的话，应该在10点、11点率是41度左右吧。以前成都没这么热的，就是因为修了个大坝的问题，那水汽排不出去，改变了地质条件、地质环境改变了，并且是连续的极端的气温。但是我就喜欢这种，越热对我们越好，因为我还有几十上百套房子没卖出去，那没有几十套，没有上百套。慢慢卖嘛，我们现在出租，一年做不卖。人也在景区里面，所以说热的话对我们有好处啊，全部跑到景区里面去了。本来一年比一年热。这都来不及了，后面都。还有10分钟，坚持下去到旁边去凉快了。看那个汗全是湿透了，看到没有？全是湿透了。这个颜色更明显一点点，它还是活动量不大的那种。好热呀！
些我们看他们都不在了呢。他只他一个人来，还没来。我不辛苦啊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我用了猪的背心根本就不辛苦。不对，一点不对。我的设备应该在7、8斤左右，但是我穿的背心很省力的那个，感觉就像拿了1、2辆的几辆重的那种，很轻便的。说悄悄话，哎。还有2首歌曲应该有，这个也比较多。这个叫左，他是不知道是哪个卓玛的卓吗？等会儿去问一下他。这个新加入的，然后他给他们下哈达，我是说没有反应过来。5月27号晚上9点28，有可能是最后一首，有可能还有一首。我
吧？你菜来的晚了。啊？今天在福州。他不知道了，9点半了。还有一个就可以。Maybe last song. Only one music. Too hot. Turn to 26 degrees. Ah, 17和7和11都躲到后面去了。他们缠那个哈达，缠的更热一些，不会在脖子上还好一点。中巴罗布的那个高原故乡，应该3分26秒，3分钟左右，3分半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罗是那个罗古国庄吗？古武。啊？往去没来？真正。这意思的又过来了。9点半，刚刚9点半吧。现在10点多，我们看没注意到时间。哦，9点35。周末嘛，周末的话。是吧？对他们说热或不热？拿我的血啊！王青没来，这个王青没来。谁大一点？
说再来一个，好多人，这基本上是有听。你也进不了汉，这给笔纸钱，那边2块。哈哈。对啊，减2块，船长们点子哈。今天人比较多，300多，就周末。他们都在合影，小狮子。好热，你看那边的物资，水好多，看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变化呀。再来一个嘛。